新冠疫情3级警戒虽然延长到7月26，不过配合中央指挥中心7月13的微解封，台南市议会一切遵照中央指示，确定明仔恢复大会。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的延误了将近2个月那中央也已经稍微宣布可以微解封一下。那因为定期大会要照常进行，包括议员的总质询，包括电务案的审查，还有一些法案的处理，真的有时效性的问题那如果再延下去的话，那会势必影响下一次的临时会和定期会。那年度预算的决算都还没有审查完毕那我们就遵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呢来加以微解封的方式。那整个的防疫的措施会遵照中央的指示呢来加以办理，包括会场的人员的控制啦，官员与官员的座位的安排啦，包括有隔离板的措施，我们都会遵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定来加以办理。那希望我们会整个的流程加速来完成以后让市府的整个的预算包括议员的权益呢都能够双面来进行不至于影响。那我们明天会照常召开定期大会的市政总质询。议会遵照中央指示，包括会场人员的控制、隔离板、甲官员室处的距离等一切拢准备好13号会先恢复市政总质询，接续后续还有政府款案、甲法案的审理以及年度的决算等。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